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恒春站暗晡到今仔早起，风雨是一阵一阵。也毋过沿海的烟雾是有6公尺悬，嘛甲垦丁龙湾海边一寡岛仔、佮椅仔拢淹掉。业者透早是赶紧去处理。另外，大概拄着风台，就会放山的满洲北窑部落，昨民众是先撤离，住伫垦丁的饭店。甲灌风的设施绑伫车的后壁，用沙坡车拖走。受到风台3度里的影响，屏东恒春沿海初一透早海水涨起来，淹过沙坡。南湾水上游乐设施的业者停沙坡车的所在嘛淹水，所以因一透早就赶紧甲设备拢拖走，就惊暗时海水阁涨起来，会全部污入去。今天晚上再涨潮的话，可能更高，因为今天是农历29号嘛，大潮水啊。海巡伫沙坡咧巡逻，可能来翕相甲看海影的民众离较远咧，因为风台一直伫恒春半岛的外海西，沿海的影上无有6公尺悬。金石湾渔港的海影阁激出来报海边，甚至要到离海岸敢若10公尺远的徛家厝门口口。说那边会坍方啊，有时候那边的路啊都不能通啊，尤其是我家在那个我最危险的地带，怕那边坍方的话，我们的房子也会掉下去啊。如果风雨比较小的话，可能也有可能我们有点想去看一下家里有没有怎么样啊。民众一边食饭，一边烦恼厝内的状况。满洲北窑部落的居民前一日就互人紧急安置到恒春。自从88风灾了后，部落拄着风台、大雨，就可能地站落落或者是崩山，要紧急撤离。不过，逐年安尼撤村几两届嘛，引起居民的不满。每年被迫撤村2次到3次啊。这很多人都不愿意想撤离了。恒春半岛的风雨渐渐要转强，就惊过头了后，雨势变大，风雨透会造成灾害。当地业者甲居民拢唔敢疏忽。记者陈焕武、柯建俊，屏东报道。